甘的去。前期较后期啊。知影道了是讲较重要，还是去做较重要？是讲互咱超生了死，还是互咱去行道开咱超生了死？这是两个思考角度。若讲咱出嘴讲，咱就当超生了死，安尼咱就好啊讲，对不对？啊，若是做，咱开咱真正超生了死，咱就爱好啊做较重要，对不对？这是为什么知者言？就是伊知影言有真正会当互咱超生了死，迄就是真正会当互咱超生了死。有可能咱讲有作用啦吼，不过若言而不行咧，安尼讲我就超生了死，我就真正会解脱，可能无法度。所以真正知影道的，还是真正智慧的人，因就不见。因不见是讲话，这个不见脑子里的不见是啥物意思？是拢讲话吗？无要写文字吗？不过脑子有出着这经呢，先讲脑子讲言。刘作文假说讲出钱，伊讲讲话，是惊无咩人讲啊。所以这个不见的本咱来甲解释讲，无要讲话，安尼意思有啥不合？所以这个不见差不多有两三种意思。第一就是讲，这不轻言啦无凊彩讲，就爱拄着机有够啦，境界使，来甲讲道这个再做了听。迄叫做不见的第一种解释。第二，道做好，咱要讲。咱袂使执着于文字，就做大经讲的诸分妙理，规管文字嘛，对不对？真正悟道的人，伊安怎讲拢合道。伊就算无讲六祖大经的话，讲金刚经的话，讲佛陀讲的话，人伊讲出来伊也合道的话，对不对？所以咱要表示咱对道的领悟，一定要执着于文字上啊。是执着的分享，是咱的悟境，咱有体悟着，咱若悟着，咱才是真正知道的人。第三个不点是啥？千言万语说不尽，因为毋是用言语对咱个道的全体真相讲会清楚的，叫做不点。这是我个大概。我版本大概的解释这三种，所以希望咱咧解释知者不见，讲有知影有智慧人拢有讲话，是安尼，是不轻言，无咧执着伫文字语言里面，搁知影讲要甲道讲甲会清楚，是言语所令了达，这是我要甲咱分享的这个意思。这伫迄个佛经内底讲的心行处灭，言语道断。这是佛经版来讲，诸法的实相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的。若讲这白，差不多是讲究竟的真理，毋是语言会当言说。不止语言嘛是心思会当去想的。咱用咱想一想去推理咱应该是安尼吧？应该是想是对的。其实这用心思、用语言，拢甲实相无法度会当读出对，会当究竟对，因为伊实在足歹说出来所以就是要人讲的，真正要对着了解，就是去对语言、去文字语言去使用功夫，应该是讲死守这个文字语言这种感悟，那是一定伫遐想，我就想过去上中国拢会见爱大者参禅，对不对？参禅上最解释讲这个你有听过无？你小三妹讲这个是啥？伊个讲者这个就这个，小三妹讲我毋知咧，去请者去打者。当你知影这个时，看来找我讲，那个小三妹这个几工，这1、20工拢搁毋知影这个是啥。互我看下故事甲注意一下。
即个敢是用语言用想就找着啊，你了解啊？迄个小啥物1、2、10档咧，想无就是想无即个是啥？对。哦，所以就算我讲迄叫做核心啊，迄个你的本来面目啦，我讲了，伊敢袂找着啊？小啥物我有找着？无。迄大概知道并无真正找着对不对吼？这是这段要甲咱分享。好，所以互我因为真常实上啦毋是用语言来咧阐述人家做原本，所以你就做到已经讲啊，真正知的人会重视出讲，是讲美语口算，若真正知理解咱啊心去，所以咱今仔日即个机会经过到得到这三道的经典，咱若体会到是，咱重点爱去心去去。心平的人，我代表伊毋是讲啊，伊该讲的伊嘛会讲，而且伊讲了会下得会赞成。哦，毋过若要真正心知影，伊讲出来拢是表示表面的可能性安怎，无代表伊真正知。哦，既然咱理解伊知影，伊去用心去心去，咱老师把咱问啥讲，问请教咱的心理对。老师讲修道修心啦，若无一个真实的一粒心，就无算修道。修道修心，爱有一个真实的心，较叫做修道。去搞咱的心道真实。要问啥较知咱的心道真实？就这样，要问啥较知咱的心有真无？上门啊，问家己，敢不知？上门啊。啊，啥物别人？啊，生活来讲，无你即马有真哦，真真。咱若要执着伫遮找吼，应该找着真。因为真正知的人，无即种分别心哦，无真甲不真的分别。咱讲有真的甲假，代表咱阿哥无真正知，这是有时候当伊变人讲，老师是讲，咱着实实在在去做对啦。无分迄个心理，想讲我即粒等下要做，这是真的心嘛假的心，因为你挂来遮，代表你的心愈无真。在我来讲，愈听愈袂无。但咱若真正知影，迄粒心爱去对的所在去行，安尼就是一个真知真行的人。既然要行啊，要安怎做得到？真知真行，咱互我咧讲，真正知影修办道的人，真守信的人。修办就要去修办，要修办口说什么赞助，开始叫做好的，开始叫做真实的。后壁这段就是要甲咱讲基本的答案，互咱体会来吼。这段叫做识其对，避其讳，测其类，解其分，合其讲，动其理，是为显道。讲这段叫做真知真行的人。头拄嘛讲啊，白日口算，知正的心是对不对？请教，真正知的人要安怎心去？就是咱要才会知影要安怎心。咱哩内底有一句话吼，人方道，非道方人。真正要去心行的人，要去方道，这件代志，咱逐渐会当体会到。我真知真行的人毋是咱顾家己即个人，伊会去方道。甲道展现出来，对家己推广去互别人，是即个天下人会当知，共同来知，共同来行，迄就是大善主义者的德行。
老祖的观念就是安尼哦，真正心行的人，真正真知真明的人，伊毋是家己好呢，伊后壁搁了讲着科技公道基地，这就是大士菩萨的精神。吼，咱来探讨看卖，要去行，因为这有讲着修的办法，第一段就是识其对，闭其门，这是修道最重要的一个完全修办了爱以这6字作为一个关键的门槛安尼来讲因为这世间做侪物件，互咱去执着、染污啦，去泥染，所以咱家己啦，袂晓甲咱这个心调好势，咱足容易去环境甲咱泥染去，甲咱心扭住，就变啊惨安尼所以这个色就是甲踢掉的啦色，这个对一种讲法，一种讲是足爱讲话啦，为虾米老祖去把咱甲踢安尼叫你话减讲话，人讲上多，因为足多是非对着做出来。对。若无智慧啊，管这个事管袂好势，一定咧爱讲话，做足多是非，足多人事的问题。对家己来讲，是足多恶业，足多因果的问题。所以啊，当你开始要起心修行啊，你会甲讲，我爱是甲这个事管好，因为这个事若学袂开阮智慧就作业。所以甲这个事是啊，第二咧，爱甲迄个门关开，门是啥？有2种讲法，一个叫做秘密。咱因为咱要看这世间外口一切，第一是用目睭看，第二用耳孔听。咱是世间人靠目睭、靠听，接触环境是上主要的2个器官2个筋条筋的两筋。所以这就是门，咱去接触外口的这个门这是一种讲法把这个门关开，是卖学袂看，卖学袂听。毋过有一个讲这个门这头拄讲的射击对，迄个对就是代表咱的用毛筋外口这毛筋，这另外一种解释，眼耳鼻舌身，这毛筋拢会接触外口，咱拢甲安甲踢掉。当有去去接环境，安尼咱的心就较袂乱去，咱就袂叫引诱去这个门是心门，就做咱六根内面这个意根意根这意念的意这门心门这个门甲关开，袂乌袂去想，咱就变想愈多，欲望愈多，烦恼梦想就愈多。所以这6字就是修行的最关键，甲咱的五官对外真把踢掉，莫去往外追求，甲咱这个心门这欲望的门，甲关开，莫互一直发作，安尼咱的心会让平静，就会让清净无量。这差不多这意思你道德经的第5章嘛，差不多这意思，得言受教，不如修教。所以这安那有了叫咱视听言动拢爱小细心、小心细致关键的物件拢是着修这粒心，用这粒心来一旦起心动念，因个人咧做变变咧做业，所以知影修的人拢会守住这粒心，无凊彩来起心动念。就算起心动念，伊拢爱用这，中庸讲的喜怒哀乐悲喜愿为其中反之该用这有悲喜读到咱开玩笑什么讲得好的境界，咱互相旁通一下安尼我讲种这是修道修心是修办的一个基础，咱会把这修好，咱的心就清净无量。
第二个赞就是借书练心。有咧修啊境界有提升无？有好无？有过关啊无？会当印证啊袂？拢啊借书来练的。练到有一天，咱就渐渐知讲，咱的心愈来愈平静，愈来愈稳定，愈来愈会当把开，会当甲降服开。这个借书练心。以咱一条路咧修来讲身为一个修行者，甲人咧相处拢加减减啊啦，有人甲事的代志第一就是人伫道中互相爱配合有形的道路，这就是好形的事物因为有人甲事爱去计较，会产生人事的纠纷、靠角、争顶、争执想法的无共，意见的无共的状况会出现。这个时阵就看人的修为的境界，执行较好的袂因为意见袂合，袂因为做代志的做法无共，会起冲突。伫道中做代志时，问题拢有讲，有一个人拢固执己见，我就感觉我安尼做较对，伊就讲伊安尼做较对，结果两个人意见无共款，就相共。若为了要讲了无好听，甲相共，以后我就无爱出来。我若要出来，迄个人会使离遐，迄个人离遐我爱出，这拢因素。要安怎才能化掉这即条新的心感放下，较有可能佫会让和平相处。这个心感要咱快靠别人来甲咱化爱家己去化，家己要化掉这个心感、心的感要咱透开，要咱放下。拢爱家己知影，因这所有一切人事的问题，拢是要练咱的心的。家己问家己讲，我一件代志发生我会表现安尼，我哪会过关？家己检讨者，我若逐工拢安尼读经，逐工拢做这件代志，我拢袂过关，我哪想的是？所以就家己改变家己我要我家己当过关，我就专业。转我的想法，安尼就一工，我甲拄着共款的景，我就合遐想起来。甚至我咱甲人互相配合，甚至咱甲人合作，共同甲代志做水去圆满，安尼就是借书练心。想讲甲逐个人拢会通做伙，人好，逐项的事拢爱渐渐圆满，安尼咱的境界愈来愈袂歹。佮想到尾来，就像咱50岁讲的，恰中之心。迄囡仔做欢喜的，做受气的，做啥物代志了，伊就袂记记啊。但是，伊敢会去计较，囡仔较袂计较，安怎拢会记我有做偌济好事，甲啥物人结完事，我记着所以咱有法度培养恰中之心，咱就一直来断咱的烦恼、妄想无罪借这个书来练心要安怎练？书来的时阵意见也袂合，会起啥物来着？起个对啊，啥物上来？这对是来的意思。首先，咱家己讲出来的一步路，咧厝咱倒个下来，首先咱来体会。刀子口，豆腐心，对不对？迄一支喙哪倒个出去出去了大家拢老伙老弟，这个喙敢莫错错，咱若讲话定来去详细，咱就知影我的喙会伤来去伤人，敢莫甲伊错意错，无较易，敢爱伤，爱伤，这个肺拢咧伤佫有一种除了喙起来，佫啥来？脾气嘛总来啦，因为是脾气起来较像我袂讲话动作我袂做，言语乱来，拢是因为这个情绪控制的问题。啥物心上来？害人之心上来。咁对，你讲想要害过人？怎样讲我咧？这生气的，我特别好死的这个来的心出来，
诶人发觉咱有即个无好诶迄种来想要害人、伤人诶心，咱来甲撤掉。哦，咱讲感觉到咱定起迄个无好诶心，要害人诶心。咱会当安尼去想说，但修炼，咱就感觉咱即个心愈来愈着去害人，随便去讲害人诶话，安尼咱修炼就慢慢来提升。第二咧，改气氛，啥物所在上混乱，即代只头壳上混乱，若想愈多，啊就愈歹去。对，愈单纯的人，愈无压力的人，愈袂纷纷乱乱的人，愈好。这个时代啊，因为现在这物件真太多物件，所以烦恼的多，刺激的多，所以无好过的人就愈来愈多。那你安怎改咱家己的分？有一个影片，无时间去抓我讲。有个人工人哦，袂晓家己看去整理，我袂偏，规间乱糟糟，那粪扫对不对？结果哦，伊实在无法度啊，伊家己讲来看，知影去店里开2000块，请迄个驾驶达人，甲讲吼，你明仔载一工来吼，我互你2000块，你甲我拼我一间房间就好啊，2000块互你。迄个驾驶达人来看，啊，咧一间小套内底有一个卫浴。我叫你整理，伊个店人讲好，暗暝一工，我2点钟就来翻落。不过有一个条件，我感觉是困顺的物件，你互我单调，安尼晓得？我感觉是困顺，我就甲单调哦。哎，我啊，什么困顺？我就感觉你迄无精济啊，后面即个所在后甲拢灰尘啊，拢无你家己人啊，我就感觉伊无同啊，我就甲单调了无？啊是我问你这偌久个用啊，超过偌时，我就单调了。伊讲好，就开始甲看，真正2点钟就甲看好，无要用单调，无要用单调，无要用单调，等下打包10几包，包包的扫来流下，请垃圾车载掉，内底清清的全部偌侪物件，是我看看人家清净的好。所以伊就讲一句，迄车仔讲，你就是囤伤济，你已经无利用的几啊，即个房间。个袂晓甲清理，所以你这房间较杂乱。要好借这个观念来，往咱这个头壳内底，咱种足侪想法哦、念头哦，到底有用？到实质的作用，还是想咧来好事呢？会叫做妄想、烦恼。咱该做啊，妄想烦恼。咱可能做是做坏，头壳一直乱混乱糟糟哦。所以测气味、改气氛，这种行为就是咱家己，咱这个心，这处会去伤人的话，要甲测掉。咱这个乱混乱的心，咱敢要让归平静、归精济、秩序，安尼咱的身心会愈来愈上轨道，愈来愈会当发挥正常的功力，就会当去行道啦。若通晓会占满，你就无心去好啊行道。除了咱家己之外，咱会让这世间的人测气氛，测气味、改气氛这世间有足侪来的物件。政治拢会用咧上山对不对？做足侪假新闻互你听哦，要诽谤啥物就互你对足生气，足生气，即个人咧喷射一个，安尼伊上欢喜，因为伊达了伊目的。地愈差愈远，伊愈欢喜，因为让鹬蚌相争，卖渔翁得利哦。当人甲人咧相反，我甲挡袂了，战争相合。即场上就是战争。啥物人发起战争的？伊要发起战争，伊敢有利益？伊拢认为伊对，伊认为你该死。我有武器，我就甲击
要安尼想过这世间的遮尔贵、遮尔多的世间，互相伤害来伤害去，哦，这种的世间，咱要安怎来做？愈受伤的人，伊的心理就那是刺猬，可是讲，但伊名讲刺猬就是种动物，是安尼无欢喜、无安全感，伊身躯的刺啊，抵抗力的迄个刺猬，刺猬心理就是伊足惊，伊足胆小，不过唯一会咱保护伊的就是遐刺猬刺。其实咱讲话咧骂人，咱想要去害人的心，拢是刺猬的心。迄表示咱对家己无安全感，对家己无信心，对家己无肯定，咱就搞奠基这种刺猬的心。世间有足侪这种人，嘛足侪小的国家嘛，是安尼，伊足虚了。所以这个国家，这个世间，伊的对就足多互相伤害来伤害去，会当互这种的伤害减少，是这两字，就是叫做爱，等于叫做大爱。安尼各位请你安尼接受。迄刺猬你甲饲哦，饲甲伊甲你当做咱妈妈的时阵哦，伊甲你插，袂，伊个会使呢，走去甲你困，然后甲你插，足奇怪哦，刺猬甲当做宠物呢。现在伊就去伤伊，因为妈妈互伊是温暖也是爱，伊就会去伤害互伊爱的人。所以，当伊咱要生存的人，咱要去处理这个世界社会已经受伤足严重的，就要用爱来甲疗愈，来甲治疗，哦，甲咱测细分啦吼，该细分的，这世间以后做个分清啦，乱糟糟，有足乱，抗议啦，规条路爱拆了了，交通爱拍解，啦吼。好，这边开车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叫人开始读车对不对？我读偌久，咱经过一个交流道，就要让咱先对我读车去到迄个交流道，让人4公里，因为知影偌严重，就知影个拖车啊、警察车驶过，就开始读，后来我开，安尼想吼，我遐到交流道4公里。应该袂较介远嘛，但是慢慢愈结果我足足读64分钟，我较写得较少了，看开始不来开始弄智慧感觉。哦，所以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就一堆人摊伫遐，安尼是一种混乱。为什么会发生事故？人甲人沟通不良，就发生事故，就是安尼踢掉。人际关系堵塞，相互交流道嘛，吼，要安怎互这